啊，当归啊！你将啥有过呢？我来甲伊拼咯！老张啊，我这个到尾安怎拼？一人敢死，万人不敢当啦！咱西有定咧讲，化艰难为动力，啊，较强诶！共三几乎各关万户不定，显出着伊信用，来前用一般的流破。另外一方面，沙漠怪客出现了。哇嘎！迄平面也安尼显多人啊，特别杀2个人安尼啊对啊。这无赶紧想办法来甲解围，迄2个人都晕死咯。哇嘎！快点啊，大头鱼啊，吓紧的啊，吓紧的啊！注意啊！沙漠的少东军，沙漠之霸铁丝汉到位啦！赶紧来收兵啊！哎呀，这2、3时间就无代志。公三啊，安呐，你。无问题啊，这个人安全无代志啊。嘿，实在讲三你有影福将呢。人若咧讲大可不离呆，也无呆状元才，你实在有影福将。也问啊，毋是干那福将尔啦，人的功夫大好，气魄有够啦，对。所以一人敢死，万人不敢当。迄咱师傅定咧讲，互咱听，你叫袂记咧心。有理就对咧。这土匪用去看到鬼啦。我看伊大概是看惯了咱2个算善嘛对，身躯是不痞啊对，也看咱师傅已经翘起啊，伊大概看惯了无较抓，赶紧收兵。毋是安尼啦，叫我威力惊着啦。佫一个来也注意哦，佫一个。老伙仔无要紧啦。什么老伙仔无要紧？恁跩人拢总是大明朝来的。哦，恁也显内行啊！哎呀，我明朝走透透，也活啦，达旦沙都新疆方面西乡，我真熟的。我专门伫这个沙漠伫咧出入的。喂，老大，你毋知道什么大名吼？我的名迄真歹听啦，无要紧啦，都报一个名偏芳咧。报一个名，互你偏芳也是会用哩啦。我叫做目不通啊，啥话？目不通啊！我意思是讲你逐项拢会通就对。哎呀，迄个bud就是bud海沟迄个bud啦，毋是讲迄个叫做不屁的bud啦。你叫做目不通。我的外号人叫我沙漠怪客俩。沙漠怪客，你毋拢伫这个沙漠伫咧生活的？差不多是安尼。你敢知影讲今仔日恁这3个人的活命是啥人甲你解救的？伊大概理由你拍算新鲜哦。啥物新鲜？原来毋是新鲜，就是土地。哪有向的土地？若敢有土地，恁3个人也才踮这个所在伫咧艰苦，对。迄都是达旦少东军沙漠之霸铁丝汉来解围的啦。达旦的少东军，这个沙漠的中间。有一个达旦国少东军啊，专门伫咧扫动着这匪寇这流寇。迄个少东军的首脑就是叫沙漠之霸，叫做铁丝汉。伊的勇呢，敢若亲像当时迄个元世祖迄个成吉思汗遐尼勇啊，所以才叫做铁丝汉呐。因此呢，这流寇听到讲这个沙漠之霸铁丝汉敢若看到伊旗若是到位呢，伊就带咯，
结果啊，毋是伊本身，毋是迄支军来的，要无是多一支军，原来也是只牧民所过的啦。哦，牧民假哦，是啊。迄当初六合有一个老爸叫做白云良，啊去互这流寇甲害干咧七颠八倒，歪高饲带。啊好佳哉迄班牧民啊，也原来是用这个步数去解救六合因老爸。哎呀，讲起来实在悲哀了，悲哀了。不同啊，这个阮师有六合呢。啥物？我若讲一个影，你就生一个囝，啊你毋通骗我这个老虾啊！啊，我这个无不通，一目了然啊！哈哈哈！啊，正讲啊，忠君爱国的青年的六合，啊是怎样？我看卖咧，啊，我家我亏啊，啊我陪我母啊，啊真严重咧咯，严重咧咯！啊，当这要如何？啊，紧嘞啦，老大，你看有啥物变向来解救啦？阮师傅安尼起兵，啊，搁再翻头倒转来，中途就怎啊咧破病啊？啊，破病就裂落来你咧。哈，我都想这要甲解救，也当要用啥办法？啊，我来问阮老大看卖咧。啊，你就一个人尔，要问恁老大的？啊，我这大头离的，我来甲问看卖咧。Hello，啊，看安怎样？你毋着小我来通知你啊哈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阮老大伫咧讲啊，讲若假使这要医治伊的病啊，赶紧呢，到咧西北边迄个所在有一个仙江林，仙江林内面有一个医生，迄个叫做朴果通金啊，非常厉害的一名老仙家，叫做姚半仙，姓姚做姚昌啊，可能也是恁中原人了。啊，也有变远啊，伊的变远来甲医治才有可能活，也若无吼，这个人啊，生命已经接近着黄泉路、鬼门关路咧。我呢你，哈啦你个赶紧去啦！哇，遐尼远，啊都救袂着。啊，叫阮老大甲你载较紧啊，老大，啊你著管较载，好啊，二处，这半，哦，赶紧的，啊走较紧的哦。哦，阿哥哦。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啊！救人上界乐事就对啦。哇哈！大头你耶，也你安尼一声就甲载去，佮载翻头咯。呵，真好，行，四处来去寒游了。老外，现在老七的已经倒来，传进来哟。参见第五师兄。免礼。未知第五师兄有接到消息吗？呵呵，现在赤我已经交代我一个药单要你食。药单？然了，你免倒转来奔波了。在这个所在，我就可甲你处理这个代志。你过去犯规3次，你为什么要犯规？哦，这是环境甲人情之所逼啊！什么？将死掉这个杀手工作人，也还有什么人情甲环境？这药单赶紧交落去。这个药单到底是什么药单啊？99回生丹。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敢知我这个药单接落去安怎？这我是一无所知，总是恭敬不如尊命啊。这个药单99天内，你要完成一件任务，赶紧倒转来这个所在再食解药。99天不能完成，你超过，仙丹难敌，我将玉虎专心护法。是，我已经接落去。到底什么任务呢？是将大明朝迄个女暗贼密封如改结果诞生。三花注定光灿灿，
我去调原啊，热烘烘。我咧吟诗的中间，忽然间引出啲龙声来。真是令人目悚然啊！这种表示看来，原来就是响尾龙。我的照班，我的照班啊！好好无闻，好好无闻啊！罢了，我就交代我的查某囝交代好势。小罗，小罗，哪有？阿爹怎样信？已经好感我心啦。是怎样啦？这般啊！哦，阿爹，你咧惊啥啦？迄都无啥代志嘛。迄龙吼，咱就用火甲伊烧，伊就惊，伊就走啊。有所不知，这龙并不是普通龙，是人龙啊！八龙，你捌听到无？沙漠中行行做歹迄个八龙啦，来自第五个响尾龙。好惊人！是啊，所以咱一定要遵照伊的交代，也若无全家灭了。我就要来面比咧。假使若是有人来，伊讲我无伫咧，安尼代志较好解决啦。果然如此。是啊，我来去。哎呀，注意啊！阿弟啊！公三啊，一个查某囡仔咧，来甲问这个查某囡仔问看卖咧。我来甲问啊，我你讲啊，较有礼貌咧了。咱这是中国礼节之邦法对不对？人都爱有一个风度啊，唔通出土别土呢。出土来闹开，稳死的。小姐请了。请了。那借问咧，这个所在讲我做仙江林。是啦，这仙人掌吼，我真济所在是仙江林。我问你，敢有一个叫做姚先生哈？什么姚先生？姚半仙啊。迄就是家父啦。安尼呢？在下叫做戆山八家路吼。阮爸就是满都阿罗索。阮公叫做东爷铁骨刀。好啊，莫遐拖沙啦，好我。姑娘，你的三爷金鱼落眼之阳，绣花比我之貌。你咧讲话不是文啊，怎样囡仔？应该，人讲你囡仔。哎呀，姑娘，你咪讲咧，即摆代志演未至急啦吼，我先讲我的代志你听，然后咱有咱来谈。我看你的人真豪爽。是啦，本来吼，大家都是好好气气啊。我讲互你听啦，阮笑啦。真是咧，阮爸阁无伫的呢。是安怎较会无伫的？哪法度啊？伊都无伫就无伫的啊。是为着怎样无伫的？都毋知为着怎样，哪会无伫咧？我嘛袂当了解啊。定就是有代志毋才出去。是啊。还为着啥物代志？啥物代志嘛，我嘛毋知影咧。哎呀，你做伊个查某囝，煞毋知啥物代志？我都袂当了解啦吼，真是咧啦，可惜了。空头咧，是啥物空头？讲啥嘛？可能安尼。安怎？有理哦，我头拄嘛敢若像有听到呢。是啊，好，安尼，恁若会知影我派这个包袱仔内底，就是有迄款器具。我哪毋知，都咱两个会记得无？都伫迄个半岛大战迄个野狼的时阵啊，掠着一个，都甲绑起来，对。赶紧准备，好，准备。假使若是去冒犯到遐人，未随得失就阎罗天子共款。毋过做医生人爱有一个医德啊，爱有一个叫做杀身成仁的医德啊，牺牲自己的性命来解救病人，毋得对。爱，家己的性命都无得来医啊，佫我当医病人，查某囡仔人，你心头哪讲得毋对？也无是安怎，甲看起迄人真严重呢。严重，破病人真多咧啦，毋是干那一半个尔啦，要安怎去同情咧？我对毋对？又来啊啦！走过呀，呀！小龙，有啥物指示？有啥物指示？刘合是将军爱国的青年，伊生命在万水城之中，可你该解救。但是你要我解救，
我这个龙都要给你跳脚落棒啊！也毋过头拄啊，我跟你讲，这位老师，伊知机不得机理啊。我管着伊，你个解决这个，也这个啊，阮八龙的代志，阮家己这个吹切，顺我者成，逆我者亡啊！快点，小罗，快点，赶紧入去将那个病人甲扶入来。哦，我知啦。姑娘啊，这阿妈都来甲你打电话歹势，赶紧来甲扶入来，我下底准备甲医你啊。好安尼呢，好，多谢，好，哦，这个人哦，就是老鼠过头啦。这款病患若是真危险，好佳在你找到名医，也若无啊，我看这仙丹就难治咯。不过我会先甲你开一个介绍互你啦，因为你出外人，唔知影讲我医这个人爱偌侪钱哦，我的人真公道哦，好才来，也唔断卖。先生啊，敢都安尼，都医咧，才来算得好你咧。袂用安咯，哦，介绍若未拄，大家都无输赢，看对唔对？医较好啊，甲你包医啊，医较好，300两银。敢都遐贵，我看算一个较板的啦，算一个较板的啦。咱唔通出价啦，性命较要紧。好啦，好你啦，好你啦，哦，赶紧甲回去内中。呀，当归啊，啦，要安那哟？大块的你走伊小街走遐久，无法度，哦，咱师傅有救啊无？师傅性命是无问题啦，即摆问题伫对，你敢知影？问题伫倒位？马年啊，啥马年？钱啊，迄阵啊，咱去墓馆啊，袂记你甲留2仙啊。袂使你啊，无管是要救助贫困啊，对毋对？咱身躯都喊你咧地钱的，咱师傅哦，教育就是安尼啊，对毋对？身躯袂使地钱。即摆师傅哦，医较好，医药费拢总爱偌济了？敢爱5箍？哈，5箍，300两。哦，那遐贵？我这算讲伊的大门的秘诀哩咧。哇，系啊，要若安尼都稳翘起啊！安尼咱无钱哦，无要紧啦。呀，当归啊，我即马有一个办法。安那？假使伊若要甲咱提钱，咱无钱通互因哦，你甲师傅都转去啦嘿。留我踮遮。创啥？我踮遮做因的奴才哩，甲扫内面啦，甲煮饭啦，当使也互伊靠工资啊。也毋着靠咧3、4档。倒我多做长工，毋免安那。大哥，你做人才真顾的，真条直嘞。好啦，等后师傅好才拍算啦，看对毋对？入来看师傅，入来看师傅。恁师傅也渐渐起色啦，无啥问题啦。可能伫遮静养一对时了后，安尼就可以复回当初。也当这个钱，就来算算咧较对啊。老先生，咱平常上的，我相信讲你人哦，那袂歹啦。是啊是啊。这安尼啦吼，这个钱啊是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啦，看对毋对？说人生伫这个世间本来就是空空啦吼，转去也是空空啦吼。好啊，莫讲遐济，我甲你看恁两个人合咧身躯，我看无2箍银。哦，老前辈，你目睭看过3张票呢？两个人轻轻咧拄啊2箍。那安尼来，哇，减真济咧。不过对这钱的代志，毋是我咧处理，迄就是阮查某囝伫咧处理啦哈。小罗，怎样？来，因遐拢无钱通纳医药费，互你处理。知了。无啊，恁是安怎出外太，咱毋免带钱啊？不方便啦，有啦，都带一束啦，都算两两尔你咧。啦，小姐，你个人较豪爽哦，都对无？免讲啦，假使吼，你若是有读书的以上，我来做一个对互你对，你若是对会着，无钱无要紧，若对袂着吼，你一定要去装钱来纳医药费。呀，当归啊，你较够对甲对。嘿啦，大家做参考。好啦，姑娘啊，请你出队吼。我就是对伊做较查无，听你听哦。好来。一见钟情，两地相思，三心两意，四季无力，五脏心酸，六神无主，七颠八倒，八方情绪，久未回神，十分的失望啊！放啥？你先对啦。
喂，查某囡仔足够分家几个？我对好啊，一表人才，二度青春，三车四妾，啊，四短的命格，五福临门呢，六艺精通，七啊开先，八成入局，九分的成事，十足的男人了。来，大看嘛你。换我呢？是啊。一民之词，两头矛盾啊！三才无处，四书个野图，五经理不详，六艺不精，七孔调天，八窍青烟，到嘛无爱十分的可怜呐！阿爹诶，阿爹诶，出来啦！足无意思诶啦，讲甲讲狗也无爱啦，什物十分的可怜啦？哦，对了，真好，老汉听一个真爽快。这个应该爱互你做翁。啥物啦？现大哥好手好手。袂歹哈。王三啊，我看你在锅北斗，迄毋是敢若8斗尔咯，迄真济斗咧咯。是啦，你个人阁真故意，真刁直啦。那我跟你讲，六合医病这个问题拢总解决啦。即摆就是我这个女儿的问题。恁查某囝是安怎想？安尼赶紧甲医好好了。毋是啦，毋是我的查某囝是啥物破病。我看安尼三八的，敢毋是神经？哈，我别讲，我的女儿甲你来点对，袂歹甲带起来，你来我做假赛就对啦。下当过，你看安尼敢有通？伊啥物福将呢？若讲带着这个医生的查某囝，哇，你规世人套动啊你咧！但是这都爱咱师傅甲咱主分啊。我有你，老先生啊，这就等候阮师傅伊的精神拢总好啊身体康复，再来谈这个事好毋好？应该天下君父师，人皆尊重啊。对。来了，又来了。免惊啦，惊啥喂？对，你都免惊，这A龙伫遮咧。大好呀强啊！呀哇！现在公三爷当过已经受伤沉重，向威龙本身带队出击。这个时阵就合在内面讲的精英部队，花名出来应付向威龙了。六合，你开始！你这野龙，最后平平塌塌，迄水天不水对呀！一个劲过来！这个时阵的六合，在不得已的情形下，你要使用着伊正气神功了。卢安察带着金宝头出巡。好，哪里去？现在段宏对付着这卢安察，可以讲是机锋得手。